要指示伊所着行的路，伊的心要得到安息，伊的户下要承接土地。这是咱做伙来吟圣诗184首，咱做伙起立来吟全首。上帝疼叹哪会遐大？圣经坚定咱的信仰。我信上帝，全能的爸，创造天地主宰。我信耶稣基督，上帝独生囝，咱的主，伊对圣神投胎，对在西鲁玛利亚出世，伫温州比勒岛林内受苦，并是日过死埋葬轮毂，第三日对死人中搁活，上天。打坐伫全能的爸上帝大名，伊要对遐搁来审判活人甲死人。我信圣神，我信神，共同的教会，圣道的相通，做赦免，肉体搁活，永远的活命。阿门。请坐，咱做伙来启应诗篇31篇。第1055页，躯体若毋是上帝建造，城若毋是上主保守，恁早早起来，暗暗才困。上主所疼人。
今日是上主所赐的产业。少年时所生的囝儿，志地爸爸的人真有福气。敬畏上主的人真有福气。你着食双手拍拼得到的是物？你的某伫厝内亲像结果子的葡萄树。敬畏上主的人一定遐尼幸福。愿上主对錫安赐福互你。愿你会看到行行顺顺。咱做伙来祈祷。天父上帝，阮感谢你，你有何等大的恩典赐福伫阮当中。阮会感谢你喜乐，你的爱你，你的囝，你的独生的爱囝，为阮钉伫十字架顶，为阮赎罪。阮也为阮所做一切伫你的面前讲，愿主耶稣你来帮助阮，洗净阮一切过往遐毋知，也是阮知得罪你的。请你来帮助阮，互阮有一个顶头生的开始。阮也恳求圣神常常伫阮内面，成做阮的帮助，引带阮头前的路站，行伫上主的旨意当中。阮来祈祷，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咱做伙来读圣经，马可福音第1章14节到20节。马可福音第1章14节到20节，我来念，恁来听。约翰一定管家，耶稣到加利利传上帝福音，讲日期满了，上帝国近了，恁着反悔来信福音。耶稣经过加利利的海边，看见西门甲伊的兄弟安德烈拍网伫海里，因为是讨鱼的人。耶稣甲因讲：“恁着来对我，我要互恁得着人，亲像讨鱼的。”因念放落离开网来对伊，念伊正前看见西门太的囝雅各甲伊的兄弟约翰伫船内面保网，伊念边招因就拜拜因老爸西门太甲各工的人伫船内来对伫伊的后面，愿上帝祝福伊的话。这是咱请俄勒请上联圣歌队。
讲道，咱今仔要请潘牧师，今仔要讲道的题目是领受甲行动。各位孩子平安，感谢主，今日咱会当做来领受上帝恩典，咱先三甲来祈祷。特别上帝，感谢你因操万里接我天气，所以兄弟因会当平安来教会，做伙领受上帝话语甲祝福。愿主来看顾阮教会当中所有长辈，因有平安有健康，也保守因出入平安。伫今日的上帝的礼拜当中，因会当领受搁较济上帝对上帝遐来的话语、安慰、帮赞，互因会当那逐摆来敬拜，逐摆来礼拜，拢会当得到上帝满满的安尼鼓励。祈祷靠耶稣基督圣尊名，阿门。今日是为着高雄祈祷处吼，伊的国语叫做高岛屋来，大家来关心伊的事工吼。所以讲，即个祈祷处伊祈祷就是讲吼，会当伫即个是双方面的，就是咱祈祷的以后，咱都爱领受上帝的话语嘛。吼，咱祈祷以后都爱领受上帝的话语。毋是讲你一直讲、一直讲、一直讲，然后你拢无爱互上帝讲，吼，咱会当我问一下讲，咱会当听人讲话听偌久？听人讲话，听一个人讲话，你拢莫甲应哦，你莫甲应哦。你会当听人讲话，有听一个人一直讲话，听1点钟的无？有无？有啦，逐礼拜听牧师讲讲道，哪会无？迄不得已的嘛。无恁。有诶吼，拢足够应水应时诶，所以吼有诶，我是讲单独啦吼，讲一个人听一个人讲话啦，有无？听1点钟、2点钟有无？无吗？有嘛？有嘛？2点钟吼，哇，迄足忝着无？足忝。我早前一个会友吼，伊阿嬷，伊个讲话阁足紧诶哦。我大概听着伊若大概来找我诶时阵，伊拢会开头先讲，牧师，你有时间无？嘿，讲即句我就紧张着。牧师，你有时间无？来，我甲你讲，伊不管我咧做啥物哦，我咧煮饭。牧师，你有时间无？煮饭咧。要便所，牧师，你有时间无？便所咧。吼，伊大概坐来讲吼，拢坐讲差不多3点钟，袂休困。伊用开始讲。对20年前、30年前、40年前代志开始讲，牧师啊，第一句，牧师你有时间无？第二句，牧师你有爱祈祷？第三句，牧师，你当时阁有时间？吼，你听落会惊吓啦吼，因为讲吼，伊讲的代志拢是见讲过去嘛，拢是讲差不多40年前的代志，我就无法度改变的，无法度改变伊40年前的遐个委屈啊，所以伊讲的时阵拢足紧的哦。讲客语吼，因为我以前客庄讲话，客庄牧会因讲足紧的，讲，我留学学者，不是，music 哦，有喊来同讲，40年前，我懂，结果我拢会摕水互啉啊，我讲，你小等你啉一下水，我个想要接吼，我想要接讲吼，你拄仔讲啥物的时阵，伊就啉我囥继续讲，80几岁呢。咱即健康好啦，但是你是一直讲的时阵，你就互人拢无会当回应的时间，还是讲互伊意见的时间，还是讲有啥物款的好的即款的建议的时间，拢无嘛。所以讲吼，有时咱伫祈祷的时阵，就是惊讲2个状况，就是讲祈祷袂出来；第二就是讲咱不断祈祷，然后无领受上帝的话语，这2个拢是真无好的状况。所以讲，应该是爱有一个即个过程，就是对话过程当中，然后咱有甲上帝祈祷，然后安静心去领受上帝的话语。即过年的时阵，我上惊阮阿嬷祈祷，因为大家做伙坐道的时阵吼，足侪囡仔囝儿时势转来，大概阮阿嬷拢煮阮阿婶阮妈妈大家拢煮足青草的，2、3道。但是阮到要食饭的时阵，差不多8点外，阮伫台北食饭较早，差不多5点半、6点就爱食饭啊。到8点的时阵，我已经拢枵到拢无力，结果，阮阿嬷起来祈祷，伊就对头开始点名，我看吼，我目睭起来
目睭天开看迄个汤吼咧庆烟，发现迄个汤变对烧的变无庆烟变冷的安尼。我心内就感觉阿嬷，等伊讲靠耶稣基督的名，我准备安慰一个讲，过来祝福吼。有你有经验吼？啊，所以细汉的时阵，拢会讲，我阿嬷去祈祷，拢会惊，拢会烦恼。但是吼，到大汉时阵，才会了解讲，这是伊一个听的表现啊，对无？啊，囡仔拢住台北，吼，久久才转去花莲一摆，啊，伊会安尼祈祷，会逐个点名着，是因为伊定定拢伫甲阮甲遮个囝儿时放伫伊的心中，所以定定都是为着因来祈祷。啊，但是伊逐个名拢叫毋着，伊要叫讲啊，志豪伊就阮兜字足济嘛吼，伊志群伊志伟你叫啥名？志豪阿嬷，伊伤济啊吼，伤济啊吼。所以讲有时阵咱着爱停落来听上帝话语，领受以后，你才会当行动嘛。所以咱要为着迄个高雄基督处吼，无煞安尼念敢着高岛屋哈，高岛屋来即个来支持因的事发性，咱先来了解吼。伊有一个影片，咱先来了解讲，因所做的事工是啥物吼？咱来欢迎影片。高岛屋原名是高雄市24小时敬拜祷告中心，在2009年3月，有10几个牧者在礼拜四早上一起来寻求，希望在这个城市里面建立一个昼夜不断的来敬拜祷告殿，我们叫做催生祷告会。在同年的5月31号，在高雄巨蛋有全球祷告日，第二天神给启示哈该书1章1节，还有以赛亚书2章2节，预备建殿的工作。主神迹的带领，同年9月19日，在长谷世贸50层楼大楼的44层楼，作为高岛屋运作的地方。2009年9月19日，于长谷世贸大楼高岛屋在众牧者及代祷者的祝福下开办了。我们领受高岛屋是一个祭坛，也是迎接神荣耀的宝座，欢迎神的同在就在高雄常住。高岛屋目前于周一至周五早上到晚上10点有开放，周六白天有开放，每月2到3次不开放的夜间场次，每年2次24小时接力敬拜祷告。未来期望我们用线上或班表的方式，异地连结高雄各堂会的亲密炉祷告会，盼望让我们的昼夜守望更贴近于天上宝座前不止息的敬拜祷告。高岛屋的存在，就是为了要领受神的声音，因为当神的宝座设立在其中，就必有神的话语在其中。我们期待在这当中能够聆听、等候，并且回应。愿高岛屋的设立使在这里能够因着神的同在，神的启示被接受，并且能够传达给神的众教会，使神的众教会在神的心意当中与神同行。阿们。透过敬拜祷告场次、特会训练、代祷者招聚、先知性艺术、网络媒体资源，高岛屋每月代祷信，我们期望高岛屋能用各种不同的方式，向各个领域能够来发声，也盼望主上帝自己
可以在不同的领域当中都能够来掌权。感谢上帝的恩典，高岛屋已经进入11周年了，我们即将迈入第12年。第12年也是整个台湾社会要面对未来黄金的10年。透过圣灵来的声音，上帝给我们先知性的启示，高岛屋能够对这个国家社会发出从神来的声音，以至于可以连结五重执事的团队，能够有一种眼见先见，能够带给这个国家社会一个声音，一个祝福。特别在疫情横行当中，我们发现我们什么都不能做，只有在合一跟相爱的基础里面，我们只有透过祷告，我们对神说：神啊，让我听见你的声音。因此请为高岛屋来祷告，让我们透过上帝告诉我们的启示给我们的，我们为这个城市国家来祷告。我们相信未来的黄金10年要看见有一个属灵的大丰收，属灵的复兴要在我们这个城市国家来发生。耶稣将要再来，当耶稣再来时，教会也会面临到前所未有的逼迫。而我相信神在寻找一个世代，一个愿意在他面前分别为圣的世代，愿意对神说 yes， 对罪说 no 的世代。他们带着圣灵的能力被差派，透过敬拜、祷告回应神的心意，成为在末世中为主发光的圣洁新世代。随着圣灵不断的带领我们开始更自由的享受在祷告、享受在敬拜的里面，就能够完全的放下服事上面的压力，让我们可以更专注的在门徒上的训练，还有彼此服事脚步的调整。就在高岛屋里面认班使我们身心灵都能够对齐神。那来这边的时候，可以让我们一直专注在神的面前里面，所以是一个很好洗涤自己身心灵的地方。当我们更深的了解神，其实更认识神之后，就发现其实神心里面的热情是想要更多的人来回应他的呼召。我们就是在这样子的一个过程里面，我们就经历了就是与神同行，摸着神的心，然后去祷告，然后更多的知道我们该去做些什么事情。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与神同工的一个过程，是非常踏实、非常美好的。然后高岛屋呢，最大的收获就是能够认识一群相同意向来自不同教会的弟兄姐妹，然后听他们分享很多不同的事情，带着这样与神更亲密的关系，帮助我们跟弟兄姐妹之间能够建立更实质的关系，能够实际的带着这样敬拜的精神带到日常生活中。所以我拄正做团队的时阵，其实有去面对教的牧会吼，其实讲牧会2字，但毋知到底咧做啥物。尤其是拄毕业遐的团队吼，就是阮迄阵的团队，大家拢会敲电话去讨论讲，牧会到底是啥物，还是服侍到底是啥物，事工到底是啥物。有诶伫教会大汉这团队。对因来讲，教会咧做事工，但是因真做牧者的时阵，迄身份无共款的时阵，因感觉讲奇怪，细汉的时阵感觉足简单的代志，当来感觉就真奇怪，做袂煞袂叮当。有诶吼，就是像我即款读3档的神学研究所出来，就倒团队即款的，我就木熟，毋知要做啥物。总是无论伫教会偌久，还是伫教会伫服侍偌久的时间。
咱拢承认一件代志。阮遮个团队有一届主持的时阵，都有一个感动，就是讲事工要进行，祈祷袂当停。所以讲，咱爱做事工的时候，做这圣工的时阵，一定爱用祈祷来成做咱的快乐。啊，祈祷成做咱的快乐，我为什么咱需要快乐？因为这是圣工，这是咱需要咱用全部的快乐去做的事工嘛。爱需要咱用全部的真情去做的事工嘛。哦，啊，咱家己的生命，你一直手一直咧做，但是你的嘴一直咧念，安尼敢好？你心内一直咧怨愤起来，安尼敢是事工？安尼敢是圣工？吼，过去的时阵，常常看我的母会咧煮爱餐煮甲大家拢厨房咧起火吼，厨房咧火烧厝，我逐日排班吼生气，啊内面吼拢咧广告，我拢广告就是咧倒啊咧动物件声，比楼骹咧广告搁较大声，砰砰砰，我逐个心情拢无好。为什么迄遮好的事工，为什么要落尾拢变做大家生气、脾气无好？因为伫迄个所在无祈祷，迄是圣工呢。所有的圣工，我认为所有的圣工拢共款。若是即个人伊无祈祷的性命，伊去做即个代志绝对出问题呢。真的啊！所以爱要求讲，咱所做的事工，所有的兄弟，若是上帝要交托重要的事工的时阵，你是会交托互迄个看起来真平淡，看起来都连早起要起来祈祷，还是讲要来聚会拢迟到的人，你敢会叫伊去开车载长辈？你敢会叫伊去做重要的事工？无可能嘛，就无可能嘛，对无？因为你感觉讲，这个人就无可靠啊。要安怎讲？要安怎评估这个人是好搁忠心的奴仆，会当来忠心来服侍？就是这个人伊的祈祷的生活，伊的祈祷的方式，甲伊去参加教会聚会，以及伊咧平常时同工起来的时阵，伊有老实无？安尼他会当了解讲，这个人是毋是会当来接这个搁较重要的事工嘛？所以上帝毋是咧找一个足巧，上帝嘛毋是咧找一个足厉害的人，上帝咧找一个忠心的人嘛。好搁忠心的奴仆，所以细汉的时阵，我妈妈上册听到一句话，迄句话是啥？你们约看卖啊？我妈妈，你们约看卖啊？恁上讨厌听到囡仔讲一句话是啥物？妈妈给我钱，不是啦，有没有？恁上讨厌听到囡仔讲哪一句话？啊？你莫搁讲。还好，还可以。我讲这句，恁绝对有感觉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对无？我妈妈大概咧厨房讲，嘿啥？阮兜四个囡仔，妈妈大概要画名画袂出来。厨房，嘿啥去洗碗？啊，大家看电视，假做无听的。第二摆，嘿啥去洗碗？叫做无听的。第三摆开始叫名，嘿家军哦，嘿佳慧，嘿志豪，嘿志群啊，嘿谁去洗碗？拢叫到拢无人去洗碗。到落尾讲叫着阮，叫着讲迄个嘿佳慧啊，阮大姐去洗碗，阮这都等一下以后都内面足安静啊。无偌久，阮妈妈就也出车出来。等者像讲的，但是阮这人去洗碗的时阵，阮绝对其他三个都要徛起来。为什么？阮妈妈上讨厌看到人，一个你做代志，恁这一个洗碗，涂骹遮垃圾，你袂晓留涂骹。好啊，留涂骹。你留涂骹，你涂骹袂晓先扫扫的。哈，大家拢无用，恁两个搁坐遐。哦，我妈妈是安尼教的哦，所以哦。我感觉伊即款教育伫教会当中，伫我落尾服侍伫教会当中，真大的帮助就是会主动当大家咧无用的时阵，你袂坐伫遐，对无？当大家咧无用的时阵，你袂坐伫遐等人服侍，看大家咧无用时阵，会当赶紧主动徛起来去服侍。来斗相共，
伫客语内面真古锥，叫做天数。天数的意思就是添一支手，就是搁加一支手去甲斗相共安尼啦，搁加一支手安尼啦，啊，大家做伙来嘛。所以讲所以我妈妈定定伊讲伊讲我若是我唱这条歌绝对上去。我讲等一个呢，搁等一个呢，你唱啥？教歹囡仔大细，这条歌是咧唱啥？这我爱记起来。结果阮兜袂当讲等一下，阮兜袂当讲等一下，袂用诶。所以讲，有时耶稣伊伫咧呼召伊诶学生诶时阵啊，伊诶学生若甲大概甲讲等咧。小等者，伊的感受是安怎？总是咱看到今仔日的经文，伊是讲耶稣去呼召伊的学生的时阵，伊的学生马上甲物件迄个来跟对耶稣。其实伊即个马上甲物件迄个的时阵去跟对，其实有一个过程啦。耶稣有一段时间，伊伫往来伫加利利甲约旦河边啊，什么人伫约旦河边？迄个时阵，安德烈、彼得，遐伊个所呼召的第一代遮个门徒，拢伫约旦河边，甲行洗礼迄约翰做伙。因虽然是即个讨海人掠鱼仔，专门咧掠鱼仔，总是因的心嘛是期待望，这是因所即个期待，即个弥赛亚会当出现啦。所以因毋是逗留咧咯，因去的时阵嘛是看行洗礼约翰所做的事工。结果耶稣对加利利到即个约旦河，去迄个所在。结果真奇怪就是行洗礼约翰第一摆咧宣布讲，耶稣恁所看到即位，就是恁所期待迄位要来的弥赛亚。结果全场点止止了。无人认出即个耶稣到底什么人，讲是听毋着，还是安怎？即个人生啊无好看，嘛共款，甲我穿千拖来即个所在接受洗礼。有啦有了无共款，就是伊洗礼的时阵天拍开，然后天顶有声讲安尼尔嘛。我期待迄个弥赛亚是安怎？是只敢若一个君王。穿正甲，我徛咧后壁，佫对一阵即个军队，这是阮以色列人心中所期待啊！敢会安尼？敢是听毋着？第二摆行洗礼约翰佫咧宣布讲，即个就是恁所听候迄位啦。我就算讲甲伊摕鞋仔嘛是不配，结果真正有2个人。回应行洗礼约翰伊所讲的话，伊来跟对耶稣，但是无马上来跟对耶稣啊，因就是对即个职业的讨海人掠鱼仔，变做即个即个暗时夜间部咧读神学院的神学生啦，就跟对耶稣神学院啊。到落尾因则个全时间献身对耶稣的边啊安尼啦。所以彼得当即个彼得去掠鱼仔的时阵，拍鱼仔掠鱼仔掠无，耶稣甲讲阵甲拍网较到最深的所在，伊掠着鱼仔的时阵伊心内艰苦，才讲因迄句讲你离开我实在是一个有罪的人啊。因为迄个时阵看迄个时阵，就是彼得三心两意，要对哪毋对。要对哪毋对？耶稣甲呼召，伊就讲等一下；耶稣甲呼召，讲小等一下；耶稣佫甲呼召，佫小等一下。到落尾，耶稣讲：你该拍网伫较最深的所在，你掠着鱼仔，然后佫甲补一句讲：我要互你得着人，亲像得着鱼仔共款。迄个时阵，伊才了解讲，原本我是一个职业的讨海人。我的使命毋单是掠鱼仔尔，我嘛是爱来做即个圣工。虽然我毋知我到底要做啥物，虽然我着对即个老师四界行，我毋知要做啥物，
总是咱一个真重要的，就是讲，当耶稣甲你点名的时阵，伊呼召的时阵，绝对是有代志要做嘛，绝对是有代志要互你做啊，绝对是有啊。所以耶稣点名的时阵，伊讲列撒罗起来，列撒罗连绵就爬起来。伊对讲即个爬去树仔顶迄个，撒该，我小甲恁考一下。爬去树仔顶的撒该你落来的时阵，伊马上跳落来。伊对所有的人讲话点着名的时阵，迄个人就随跳出来，向甲我摸，有能力对我身躯出去。迄个人迄个巨人人随后就是我啦。我无叫你的名，我只有讲是啥物人甲我摸，伊讲是我啦，就医治啊，互伊得到医治嘛。当伊对迄个变水的人，叫伊讲你起来的时阵，你起来，连咪就起来，将伊的所有的迄个棉被甲等喺涂骹，然后你行起来，伊就徛起来。伫圣殿当中，遐门徒有看到即个摆骹的人，迄个摆骹的人讲：大伯囝孙，可怜可怜我，可怜可怜我。伊的使徒讲啥物？讲感觉嫌我无啊！我只有甲我所有互你，我就靠耶稣基督的名叫你起来行。结果这个人就行，搁走，搁学了上帝嘛。所以当上帝、当耶稣对你讲话的时阵，就是有代志要叫你做啊。你莫搁等一下，你就爱你赶紧就爱起来，赶紧就爱起来，赶紧用你的这个速度就爱去，莫搁等一下，莫搁等一下。所以来做礼拜，敢会当等一下？来做礼拜，来去祈祷会，敢毋当等一下？来去关心有即个身体软弱的兄弟，敢毋当等一下？过去我一个甲我一个真好的长辈，伊伫即个旧年时阵住院，讲教会青年有一个伫迄间病院咧实习，伊就甲我讲，牧师，以前你有一个会友。叫做啥物名？嘿有啊，迄个囡仔就甲我讲，伊因为破病住院。我讲伊状况好无？伊讲我毋知呢，我只有甲伊开讲，讲着阮的我是啥物教会，我有为伊祈祷。牧师你若有闲去甲看一下，我就讲有闲去甲看。好即句以后，伊就忙啊忙。等甲伊个别是迄天啊，所以我对即件代志我是藏伫我的心内，你知道？我讲等一下，咱拢毋知即个时间，即个代志的严重啊，咱拢毋知伊的病真严重啊。等一下，就留真济即个遗憾伫咱的心中啊，无看到。心内真艰苦，所以当上帝当耶稣呼召的时阵，就是有代表有代志要互咱做，所以咱就爱领受伫基督当中，来领受上帝的话语。咱就是常常拢是伫基督当中，未领受到上帝话语的时阵，就开始默受，照家己所要做去做，结果你开这个时间，然后你足忝，代志搁做愈愈多。愈修愈补愈大坑，安尼就不行嘛。所以，我的意思是讲，咱领受以后，爱赶紧有行动出来。领受以后，爱赶紧有行动出来。我妈妈伊伫即个伊癌症到落尾的时阵，伊常常就是要甲我讲，最好你来。我甲你讲妈妈的即个卡片伊的密码是啥物？咱兜的户口名簿伫啥物所在？搁啥物物件？我无爱听，你知？伊逐摆要甲我讲遮个，我就无爱听，我就走去。我就莫讲这啦。迄时心内就无法度接受伊伫要离开的事实啊。伊逐摆讲，妈妈真正甲你讲，我知影我家己的身躯，你莫讲这啦。你就是拢安尼哦，你的病较袂好，目睭目屎干的，你知？我妈妈讲，
毋是，我真正爱交代足这代志。你甲我的朋友敲电话叫伊来好，袂啦，你要食啥来买啦？其实咱敢毋知伊要走啊？伊家己知，咱家己心内嘛知。但是咱无法度去接受这个事实，咱用这个否认的方式，感觉讲咱甲对伊，甲歹，伊就袂死去共款。落尾我妈妈就写一个条啊，阮妈妈讲：你真忝，你转去换恁这济来，阮这济去，阮这济讲敲电话互我。你为虾米叫阮来？妈妈甲我交代足侪代志，伊讲你拢无爱听，我讲你听要创啊？你要紧走，你若听伊就要死去安尼。阮这个讲，敢讲无爱听伊就袂死。有时是安尼啊，我妈妈49岁就过身啊嘛。啊，所以讲咱有时就讲等一个，总是伊就等无迄个时间啊。咱甲上帝讲等一个，但是上帝若等无迄个时间，但咱看到门徒，伊有一个过程，耶稣不断对家己离到约旦河边，不断去探访，不断去关心的时阵，到时机到的时阵，讲恁来跟对我的时阵，因的学生心着感动，将因所爱食饭的迄个网啊弹掉，因为迄网啊弹掉的时阵。内面有偌济鱼啊，我毋知，我也无甲揪起来看。内面有啥物？这落尾搁要爱使用这个网吗？我嘛毋知。耶稣要带去啥物所，我嘛毋知。但是伊去呼召我，伫这段时间，我知影伊所讲的代志是事实，伊所做的代志是真的。所以伊讲呼召我的时阵，我甲我所有一切单调我来跟对伊的时阵，我心内是平安无惊吓。当初想要去读啥医的时阵，阮爸爸烦恼惊吓，甲我骂讲你遮好的头路，你甲单挑，你无爱做，你去读啥物神学院？但是我咧行神学院这条路的时阵，我心内是平安的啊。为什么平安？因为我有祈祷嘛，我有认捌耶稣啊。遐个无祈祷的人，遐个无祈祷的基督徒，因心内定定就无平安，因为因无了解耶稣所要做的代志。但是咱若是有祈祷、有领受，然后咱来去承接这个异象的时阵，然后将这个异象来传达出去的时阵，超自然神奇的代志就发生啊！阮爸爸反对，因为伊无了解，伊惊吓，伊无法度领受上帝的话语，所以伊无法度有行动啊。为基督徒是挂名，你知道？讲祈祷真频单，讲礼拜无想爱来，讲敬拜手拢举袂起来。若是讲要传福音吼，就骹都袂记得，真正是安尼。啊，所以讲有诶，我看到即个朋友伊诶情形，我讲我过去我嘛是即个状况啊，我嘛是即个状况啊，要做啥都拢袂用。但是一个上重要的代志就是。你爱伫祈祷当中去领受上帝的话语嘛？你在祈祷当中去领受上帝的话语，伫祈祷当中领受以后，毋是讲领受一直领受尔，你着爱爬起来，你着爱有行动啊。所以伫咱伫即个中华地区的一个咱大卫医生吼，安尼讲敢对？大伯是后生，大卫，这问中华人才知吼。大卫医生啊吼，蓝大卫啦吼，大家听有就好啊吼，因为我台语发音袂准，啊伊训练出来，伊训练出来一个伊的后生叫做都大家叫做小兰医生啦，啊伊就是老兰医生啦吼。所以讲耶稣伊其实有为虾米呼召伊的门徒出来？伊就是爱做门徒训练。其实伊一个人会敢甲所有代志拢做了，你知无？但是伊若是做了的时阵，伊若定时一个上天刷落来头路，刷落来事工虾米人做？所有的牧者，所有的好的牧者，伊拢有一个真好的一点，
所有好的即个爸爸妈妈，拢有一个真好的一点，就是伊会带伊的囡仔有一个属灵的产业，将这属灵的产业来享受互伊的囡仔，将这信仰来享受互伊的囡仔。所以就是讲属灵的门徒、属灵的囝，保罗属灵的囝，提都提无太，对无？耶稣嘛，用这个方式，伊一个人会当完成所有代志，总是为虾米伊爱带呼召门徒出来？有重要的代志要交代恁做，然后将这个天国的这个奥妙甲恁讲。所以咱医生，伊所带出来伊的后生。嘛是领受因爸爸即款的异乡新接异乡，然后转来台湾，伫中华地区去传达上帝的听，传达上帝的听。啊，所以伊伫台湾人互讲叫做小兰医师啊，伊是先会晓台语，再来学英语，伊受到台湾社会影响，所以即个小兰医生伊就讲伊。8岁的时阵，因为因爸爸身体软弱，转去英国休困2冬。伊发现别人拢叫伊是中华囡仔，那医生对因爸爸所领受的，就是即个台湾的疼，所以代表医生伊17岁的时阵，佫转去到英国，因为因爸爸无钱，互伊去读医学，所以由教会互伊来赞助伊读医学院。伊有一届伫个访问当中，受人访问当中，伊讲：伫我毕业前吼，我捌思考我到底想要成做什么款的医生？透过教册，透过研究，还是做一个伫乡村当中的医生，还是做一个外科医生，拢会当服务。服务的可能性真阔。我定定嘛咧想，我会当做一寡帮助别人的代志，帮助送乡的人。我渐渐啊受到我的爸爸的影响，伊长期伫台湾服务。台北医生伫访问当中，伊就讲：我爸爸已经退休啊，伊毋捌对我讲过任何的代志，但是我伫边仔看伊所做的代志，我就领受，这就是信仰。伊毋捌甲我讲，我应该去台湾。总是上帝就差遣伊去台湾。我真做基督徒，我想要为上帝服务。我慢慢啊受到我的爸爸的影响。所以上好的训练，上好的即个教育是啥物？就是你做一摆互伊看，然后伊就会晓。耶稣基督为着门徒洗脚，伊就洗脚互门徒看，然后门徒就学习为着其他人来洗脚。这是伊所做的。所以到落尾，到伊要过身的时阵，到即个小兰医师，咱代表医生要过身的时阵，伊伫弥留的时阵，伊就喙骨里一直念，大拢听无伊话。落尾才知影讲，伊所讲的是台语。伊所讲的台语，伊就讲我要写批是啥物？互台湾。伊所讲的一句话，就是伊伫要过身的时阵，伊就所讲的一句话，就是讲。爱照顾艰苦的人，爱照顾送乡人，所以这就是对上帝迄边伊领受到伊要见上帝面的时阵，伊的领受，伊心接，伊传达出去，到伊要去见耶稣面的时阵，伊过来传达上帝对伊的听。弟兄兄弟，咱伫信仰当中，咱领受以后，就爱赶紧来有行动。咱伫即个早天祈祷会咱伫真侪兄弟有参加。伫明仔载是上路尾一天，为着咱的牧师，为着咱的长职，为着咱的属灵的遮的小组长甲区长来祈祷。明仔载早起，我望所有兄弟5点半会当做伙来咱的辅堂，咱会当做伙为着教会来祈祷。伫新的一年当中，咱用祝福。咱用祈祷，用感恩说声，我相信伫新的一年当中，有一个上帝上大奇妙的代志伫发生伫咱的油厂教会当中。当你祈祷的时阵，你就会当领受；当你祈祷的时阵，你就会当看见；当你祈祷的时阵，你会当感受到上帝奇妙的事会发生。
咱伫1月底阁有好无食的宴会，咱伫咱阁刷来阁有嘉义的基督院甲台东基督院的即个基督会。若是你会当去参加，你尽量去参加。若是明仔载你拢伤远，家己你伤远，台东伤远，不要紧，你明仔载早起5点半来这个所在做伙来祈祷，来这个所在做伙来祝福咱所爱的、咱所听的教会。你爱较早来，因为明仔载副堂会坐袂落，阿门无？对，阿门拢爱来哦。所以咱爱为着这个来祈祷，牧师陈牧师有感动。伊就讲，哎，叫咱所有的长老来为着教会抹油祈祷。因抹油祈祷是所有兄弟，恁食做因的气力，恁来为因祈祷。所以，两位兄弟，我毋茫伫明仔载早起5点半，咱伫副堂来相见，然后咱互副堂坐袂落，领受，然后咱有行动，咱三个祈祷。天父上帝，阮感谢你，互阮有这段时间会当做伙来领受上帝话语甲恩典，互阮会当不断来跑走人天路，愿主你不断来感动兄弟的心，伊会当搁一摆，伊会当用祈祷来回应上帝的听。愿主祝福，愿主来帮赞，愿主互阮的教会，伫新的一年，愿不断用祈祷，正做阮的开始，不断来领受、先接、传达上帝的听。祈祷靠耶稣基督的圣尊名，阿门。咱做伙来唱回应诗，圣诗198首。俄勒称呼至大上帝，咱做伙起立吟全首。咱教会当中所有兄弟，伫新的一年会当起做咱的即个祈祷小组，毋捌会当有200个即个祈祷小组来祈祷，咱会当兼自祈祷来加做咱的生活，咱也爱有祈祷的伴，吼，咱会当彼此来关怀，彼此来关心。咱也为着咱即个刷来伫新的一年旧历年吼，有真侪陪伴。家族的关系，还有家族的彼此相听的即款的关系来做伙来祈祷，更加为着咱的即个新的一年，求上帝来顾守。咱伫新的一年，为上帝所赏赐满满恩典、平安甲福气，充满伫咱的教会当中。毋茫伫新的一年，疫情会当赶紧来停止，互台湾会当平安，互世界会当平安。
特别为着阮的校园的这段的时间来祈祷，阮真侪校园这段伫油厂国中、中山国中，啊，搁有即个新庄国中，啊，搁有高雄科技大学，拢有即个阮的咱牧区学习牧区囡仔伫迄个所在做来祈祷。所以我毋望大家会当举手为着咱的教会会当有定定有祈祷的生活，毋那伫教会当中祈祷，伫你厝里祈祷，伫学校祈祷，甚至伫你的办公室内面来祈祷。咱举手来呼叫三声主啊，咱做来祈祷。哦，主啊，主啊，主啊！来，主是我们感谢赞美你，主我们为众主啊，神主主啊，在我们教会当中主啊，你推动主啊，将你的祷告一起谈，主圣灵来行事，主啊，在两百主啊，将你的祷告神主，愿主圣灵来带领。哈利路亚，主啊，我们谢谢你，主啊，让我们不止在教会祷告，我们在家里中祷告，我们在校中祷告，我们在职中祷告。哈利路亚，也是我们谢谢你，主啊，你在你面前，也是这个面，主啊，我们所有主啊，这些主啊，这些的面主啊，我们是这样子，特别在19里面即将来到，许多家庭的关系要修复，主啊，你们修复了彼此家庭的这个亲密之间的连接，让我们神彼此的帮助，让我们这个修复。徛伫你的面头前，做伙来祈祷。愿主上帝，你搁一届，你来听阮的祈祷。我将阮的教会完全交托伫主的手中。我用祈祷，我用细声，我用这个感恩来到你的面头前。愿主你也听阮祈祷。阮当中有软弱，求主来医治；有信心忍耐退后的，求主来帮赞鼓励，也帮助阮所祈祷的。无论伫学校的祈祷、伫办公室祈祷，还是伫因家庭内面的祈祷，阮就起做一个祈祷教会。伫这个所在，不断有人来祈祷，不断有兄弟愿意来领受上帝的话语。祈祷靠耶稣基督的圣尊名，阿门。啊，你即摆请坐，这是咱请咱的职事来收奉献。做伙起立，咱来吟奉献诗。上帝，阮感谢你，互阮伫即礼拜伫上工上，拢得到你满满的祝福。阮将这个奉献带到你的面前，阮毋若奉献金钱，奉献阮的才能，我们将阮专心若奉献伫你的面前，愿你会当接纳。安尼祈祷，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那你姊妹请坐，这是我来报告。本主日是教导屋的主日，敬请兄弟姊妹踊跃为这个事工甲购物捐款奉献来代祷。社会公告：第一，小点
本会定伫本主日上午9:20到10点，11点半到12点半，伫教会办公室举行2020年财务检查，敬请各单位财务人员配合会当送检。第二小点，本会定伫2月21日上午9点举行2021年定期的好会，会后会备办请示，敬请各单位的事工甲财务报告务必伫1月24日前送到办公室，会当编列迄个好会的手册。第三小点，本会定伫2月21日下午5点半举行受访者免礼参会，地点伫附院喜宴会馆，伫博爱路3路330号。敬请各单位伫2月4日前办公室报名，会当帮助咱的参会的到声，会使好好会使早来陪伴。第三点，本会定伫1月11到18日，每日上午5点半到6点半举办熊熊烈焰早祷会，早起上后一天，欢迎大家踊跃参加，特别邀请全体长老一起来参加，各单位甲各团队祝福祈祷。第四点，本会定伫1月21日阴暗8点召开小会，敬请各位长老出席参加。第五，本会定伫1月30日上午9点到下午5点，伫敬拜中心举办好牧人营会，对象是全体小组长、幸福大学毕业甲即届要毕业的学员，敬请伫1月24日前办公室报名参加。第六，幸福小组升级版密训，定伫3月1日上午9点到下午4点举办，地点是高雄林良堂，费用500，小组长以上专业补助，幸福同工补助300，请伫1月29日前线上也是办公室报名，名额有限，额满为止。肢体报告，请咱大家家己看。教界消息，咱请潘牧师。高雄中会教育部办即个读经比赛吼，所以即个会当手抄圣经、手写圣经创世纪，12月初10拜五进前吼，将你所抄的、所写的圣经吼来寄转去，就会当参加抽奖。报名费是150块，吼所以就讲毋茫大家会当来参加。因为我看去中会看开会时，看迄个礼品真好啦。我毋茫咱教会兄弟，大家拢会当来做伙来读圣经，会当来抄写圣经。第二点就是家己伫祈祷院，定伫2月14到16，举办新春特会。地点是伫家己伫祈祷院。讲师是罗仁贵牧师、陈坤信牧师，还有咱的主任牧师陈牧师、郭明志牧师。有真侪牧师家己看吼，费用是2000块，所以讲毋茫大家吼，费用大家家己看，会当大家会当伫新春的时阵会当做来去参加即个祈祷真好的活动。以上。咱做伙起立，咱祝福蔡肯。愿耶稣基督恩典、天父、上帝听从、信心的感动甲交陪，愿上帝所赏赐满满的平安、健康甲喜乐，充满伫恁对打到永世代无尽。阿门。请坐，离开。